水桃花都叫做有桃花啦，係咪？咁你未有拖拍嘅未水桃花，都叫嚟一段感情，一段感情，做生活一啲點綴下咧，一結咗婚好穩定嘅感情，呢個桃花都會化為人緣，對自己都有幫助㗎。咁所以呢個桃花嚟講，一般嚟講啲人就係講咩三角關係，我就講啦，因為桃花同人緣咧同一個宮位嚟嘅，只不過你自己定力唔夠就變桃花，你定力夠就變人緣。咁其實好多時喺自己唔好乜都賴風水，又唔好賴咁樣咧，自己都有機會自己出問題嘅。咁同埋今日有個星就蜜月星，咁啊已經有利地位提升。即係今日如果上班一族有地位提升嘅星，又有桃花星，老闆見你個樣咧都順眼啲，即使公司裁員到咧，可能財政你都覺得你順眼啲，留你喺度咧都冇咁快輪到你嘅。雖然今日財運排7，又冇咩大嘅突破，平平穩穩一樣咧。如果你生喺秋冬天，今年咧應該都係順序一路上緊嘅。咁如果生喺春夏天，今年都係要如守不如攻。如果你發現2025都好慢，咁2026更加慢咧，因為你2025啊犯太歲好棘手嘅，犯太歲樣樣嘅情緒，如果犯太歲加埋春夏天出世，又已經心情唔好，運氣又唔好，事業又唔好，咁你犯太歲咧就唔係即刻過嘅喎，因為我成日講咧，每年情緒會延續少少嘅。咁如果你發現你而家仲受呢個情緒，你可以提醒自己，因為有機會延續對整個青春都受負面情緒影響，盡快脫離呢個負面情緒，踏上呢個今年桃花年。咁如果你因為2025犯太歲分咗手咧，今年呢個咸池桃花就更加要把握啦，因為分咗手就喊得一句句，即使有啲霧水桃花，咁都叫做 OK 啦。又或者咧，原來霧水桃花多到過咗呢個2026出到2027咧，就假桃花就變真桃花，所以霧水桃花未必一定係